你觉得男团之间也会搞小团体吗？现在是个平权的时代，你不要有刻板印象，很难避免了。对，这个节目的内容蛮有趣的，而且我也一直都蛮想要当一个把关者。怎么说呢？因为我觉得很多人进来之前都没有搞清楚演艺圈的状态，所以你一开始就会给他们震撼教育。节目会给他们震撼教育，不需要我。我就是当一个经理人，在旁边陪伴，适时的给一点鞭子，适时的给一点糖。你舍得吗？当然舍得啊，为什么不舍？我之前就是这样被对待的。怎样被对待过？开玩笑。最后选出来的会是怎么样一个形态的男团？因为这上面写全方位。对啊，因为现在必须要有颜值担当嘛，然后有歌唱担当。我是很难选颜值担当这件事，因为毕竟我都会把自己摆在第一位。但是我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他的长才啊，比方说讲话的口才的部分，对啊。像我也想当一个安静的美男子，但是常常要在各种场合当一个口才很好的人，这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。那男团生活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？老实说，我没有什么太多的资格去讲这个，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住宿或什么的相处啊。但讲真的，我觉得有一段相处之后再出道是比较好的选择，相对来说，可以去适应对方的一些东西，对啊。你觉得男团之间也会搞小团体吗？女生，大家直觉女生是比较会。对。现在是个平权的时代，你不要有刻板印象。男生有的女生也会有，女生有的男生也会有，我觉得很难避免了。对。那你也是觉得让他们自然就存在，就也没有关系，不必刻意打破这样。它存在有它存在的意义啦，当然，如果看你怎么去面对这个困境，对吧？跨过去就是会变得很好，对。但如果你就是想要搞破坏，那也是会被破坏。太哲理了一点，帮我开一个哲理的节目。你在卡他。你有话想说却苦无发声的管道吗？你对事情有不同的见解却无人倾诉吗？年轻学子们站出来，说出你们的想法，让我们听听年轻人的心声。闹变风下强力征求学生辨识，只要你敢说，我们就敢要。赶紧拍摄影片，然后发送到我们以下的信箱，就会有专人跟你联系。还有，别忘了订阅我们闹变风向的 YT 频道，按赞，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我们精彩的辩论哦。各位朋友，闹变风向，敢嘴就来辩。